好来看这丹那市风台，那是扫歹公电帮，也来扫歹台南真济徛家厝。这市政府呢是来设临时安置所，也互当地人会当说这货柜暂时来住。另外，中央是有针对七股甲布地等信号无好的所在来设灾区的漫游。也毋过，其实在地的步兵来讲，拢是市大人较侪，所以市内电导搁较需要。 最近有一家进入史的乡村国小，本正今年按说要停办，正做二寮国小的分校。不过这回又有新的任务，透早工作人员无用咧整理，就是要甲这间校舍打造做临时安置所，提供给低收入户的灾民，伫徛家修缮，也是施工期间有所在通住。初时陆续有6户会先住入去，市府除了找2间国小来安置灾民，嘛有灾民租用的货柜厝计划，若无领到租金补助的灾民，会当向公所提出申请。 整个工班动起来的时候，我们会媒合这50户的，在修缮的过程中来做一个短暂的安置，让他们不用去担心说房屋修缮的期间还要去找住的地方。 另外，未少所在通信有完个备顺，就算即阵有行动通信车进驻，高达嘛是有民众反映采这哪像咧看水的。实在去这个龙山宫庙埕边边有一台通信车，不过工程人员共款电话卡不出去，推出中央安上要先伫台南7个嘉义布地附近先启动灾区漫游机制。不过这个时段认为也是先甲厝内电话修理好较要紧。我嘛无手机啊，我无手机我嘛无法度啊。哦，所以对你来讲嘛是无效吼。如果我妹妹那个假日回来，6、7个点我一台手机啊，分享由我手机啊分享出去。是哦，啊若无你就无法度联络就对。大家像会讲。百姓咧反映哦，讲你当时啊拢发慢啊行，暗时啊拢无咧发啊，安尼。 菜伫遮袂使菜好看。经过了解，这项灾区漫游的新措施，按算伫咧初7下晡3点开始实施，会一直到10月底。那网络漫游的部分，对行动通信加减有帮助，只是当地时段也是较惯使用厝内电话联络。灾区漫游的措施到底敢会当有作用？后续就要去观察。记者苏台南采访报道。